什么时候也跟我们刮刮瓢啊？就是啊，跟这条。村长，哎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哎呦，王爷，胡闹！往后你们胆敢再这么放肆，我砸断你们的腿！这往后可麻烦了，咱哪能分得出真假呀？真假王爷一样伺候，准没错。嗯。瞧你那点出息，天生呢就熊包一个，好容易有了露脸的机会，你都见不得亮了。谁说的？我是觉得我自个儿可怜得慌，可怜什么？混了半天，啊，混到王爷身边去了，可临了，他妈自个儿还是个垫背的。我的命，怎么就这么惨呢？你说？你呀，还真的想当王爷呀？想什么呢你？我呀，还就是想不通。啊，都他妈是人，我他妈怎么就这么贱？是我拿咱的身家性命当宝押，只是我早就看透了，人生在世，只要你穷，就有横的，穷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可咱中国人也轮不到洋人到咱家门口来撒野呀！就像你说的，咱不都是人吗？我听你的，顶多咱不就是替人挨枪子儿吗？可保住的是咱中国人的面子，咱值。你少跟我这儿说丧气话。死没那么容易，真要是刀尖对刀尖儿啊，指不定谁他妈先尿裤子呢。哟，关账啊！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得，咱们再找地方去吧。走。哎，站起来喽！好嘞，哎，把这挂上喽！哎，那边，哎，正点，哎，来，我们都正点，往这边，哎，好，哎，再来点，好，哎，挂上，来，哎，拿着，哎，好，哎，跟我说说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你们有钱没处花去了是怎么着？瞧您这话说的，咱们哪跟哪儿啊？我们俩出钱呐，是想让您啊把这儿的买卖做得再大点儿。可这钱从哪儿来的？
你们要上哪儿去？行啊，您就甭问了。我们这钱啊是从正道上来的，我们俩呢也要去做正事儿。这呀是我们家的钥匙，交给您了啊。哎呀，可哪儿也不如故土啊，干嘛非走呢？别再说了，您老多保重吧。哎，伙计，来啊！我跟你们说道，这店呢是人家的，这饭碗可是自己的啊。要是让秦四爷说出点什么来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啊，是吧？是，您请好啊，里边好。哎，来，里边啊！哎，这嘛还真像点样。好，哎，来了啊！四爷，行吧，您回吧啊。哎，当家的过来，咱跟四爷道个别，准备回家吧。啊，四爷您多保重啊！保重。四爷再见了啊！好，再见。二嫂啊，二嫂。来点回去吧。苏三立了红铜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言，我心好惨。国王的君子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那三郎把行传，就说苏三把命断。你去伺候哪位呀？一样的模样，一样的伺候，随便吧。我去伺候王爷。哎，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边圈马，我就上床睡。九爷，该歇歇了，洗洗脚吧。哎，洗脚，睡得香。哎，你别动手，我来吧。哎，别去啊！我这脚丫子怪臭的，还是我自个儿来吧。啊，不行，主子们吩咐过了，伺候你呢，就像伺候王爷一样。来，快来吧，来洗脚。来，哎呀，快来吧，快来。让姑娘给洗脚，我这心里都不落忍啊！哎，这是应该的。不行，洗哪行啊？您是爷，我该伺候您来，快点洗。哎呀，干嘛呀你？别跑，来，快点，快点洗。不行，哎呀，九爷，不行，哎呀，快点，快来吧，九爷。我求求你了！哎呀，不行，别跑啊！哎呀，快过来，九爷，快点，求你了我！快点！哎呀，爷，你快点！别吵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给他洗脚，他不让。哎，不是不让，我是怕痒痒。总算忙活完了。小扑虎，想什么呢？我看呢，这活太悬了。放心吧，五爷说了，让你和我都去做随从。咱俩去呀也不顶用，我们那位呀是塌过的饺子，他一动就露馅了。哎呀，不会提醒着点儿。你不知道，
这人呐，是晒干的榛子，猛一看还行，可是，一搁水里啊，可里头空就飘起来了。你觉着谁会飘起来？我们那口子呗。您看他像个人似的，气势满肚子，清汤寡水的，他哪有王爷一点气派呀？我看呢，他也就是当个垫背的，不是吗？我倒觉着，这人呐，像扇车里的粮食，养不起来的反倒饱撑，对吗？不瞒你说呀，大妹子，当初请你们两口子出来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头呀，一阵一阵的犯嘀咕，觉得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。可是啊，自从你们进了宅子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心里头踏实了，就觉着有了主心骨，多了个顶用的似的。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，你可别以为我这是打肿了脸充胖子。我说的也都是真心话。也许当奴才的心诚，你们自个儿管自个儿的，体会不到。好，睡吧。